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5，诗篇112篇1节安尼讲：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敬畏上主。深深意爱伊改名的一群人，真有福气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敬畏，佮深深意爱你改名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永存、永在、永远甲阮伫地的真神上帝。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慈爱悬过这天，你的信息达到强冲。主啊，求你毋通对阮停止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甲诚实常常保护阮。主啊，阮要大声学乐你，因为你捌做阮的关台，伫患难的日，做阮逃闪的所在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照你的慈爱拯救阮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阮的过失。主啊，我要学乐称赞你，我要敬畏你的名。主啊，因为深深意爱你改名的，真有福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